这么大档雨量有裂隙，其实就是显示后面这个山体已经往下去滑动。不要这么的极致的去控制自然，学习跟洪水共存。上天已经在改变了，再加上极端气候，我们还要再相信人定胜天吗？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拄则咱看到一场西南气流的急降雨，造成中台湾的山区严重的灾情。事实上，随着气候的变迁，极端的气候是愈来愈严重，暴雨、大水、土石流、大花、野火甲热影，各种极端的天气，等咧冲击世界各国，而且带来严重的灾情。早伫嘅2020年，联合国都呼吁各国要进入气候紧急的状态。2023年7月底，更加宣告全球暖化时代结束了，全球烧滚的时代已经到来。到底这个极端气候会为大家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威胁甲挑战呢？继续来看。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官方的网站公布2023年热浪，7月全球气候事件为小影、冰川油气、野火甲沙尘暴，开始着人类烧滚时代同时，嘛搁再互咱警示，因为天灾可能随时就会来。猛烈的降雨，约里镇的大排水沟来不及宣泄大水，夹杂着黄泥沙，几乎要溢过桥面。8月7号东港，受到卡罗风台带来强烈西南气流影响，苗栗的万里镇为半暝开始的强降雨，造成当地严重的淹水灾情。来，好。OK，往前。救护车去互大水动力，加速敢来当瓦克消防队的抽冰船，将厝内需要送病的患者第一时间送往病院。已经10几年没有这样子了。太田里、房里溪附近很多民宅都淹水，有的到膝盖这边。台北这领导有？对啊，礼拜6早上啊，对啊，那时候水都已经到半个轮胎以上，半个轮胎有淹到，但是冰箱就好像没有损坏掉，就是这样，蛮幸运的。天灾也没办法了，你要怎样讲了没办法，这种叫天灾，你再怎样也没办法。大雨过了后，水退去，万里又搁恢复原本的好天气。面对着安尼好天，真歹想会到一场风台的外围环流所带来的急降雨，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，让人背负环境。苗栗院里的居民大多以种稻为生，当地最重要的灌溉水源大安溪，它主要的支流房里溪呢，经过8月5号一整夜的强降雨，到了早上9点钟的时候，已经水面桥面距离地面大约50公分。根据气象资料显示，苗栗的万里8月7号东港观测站测到一天的落雨量是163毫米，附近三旗乡嘛测到182毫米。极端气候害天地灾害，西部沿海的森林烤湖，东港的状况嘛是真危急。现在的一个降雨都不是我们过去在80年代我们能想象的那个强度，而且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，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认真的思考土地容受力，或是叫土地承载力，低冲击开发，对水敏感的都市设计，尤其是现在的极端气候，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是安全的。气候变迁造成的冲击是什么？都会地区里面，像沿海的地方，就是说，一般的排水系统，它工程设计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可排水的 capacity， 这个设计强度不可能无限上纲，设计一个很贵很大的排水廊排水沟或者是排水廊、地下水道等等，那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在线周期。比如说是5年还是10年，那以前的极端或者是罕见的这个灾害事件，变成是常态化，变成它几率提高了。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统计，英国60年风台是台湾上接看到的天然灾害。
那是以落雨量来做灾害发生的指标。极端强降雨风台事件会愈来愈常发生，卡数灾害时常发生。极端气候害台湾，倒位才是人民安全所在。燕岭那个地方是个山城，那基本上山城基本上看起来它造成土石流这种机会是比较大一点，但是它也是会淹水的。短时间强降雨，或者说走过以后锋面雨，这些雨对我们来讲灾害影响反而比较大。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，因为气候一直在变化，所以，根据联合国 IPCC 的这个讲法，基本上来讲，将来这种情形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。台湾要去普查，就是我未来在气候变迁之下，我每个地方的排水现在设计标准是多少？然后我气候变迁之下，我这降雨的强度是不是超过？气候变迁我刚才讲过，它就极端化嘛，所以极端化就是长时间不下雨，不然就下雨的时候它集中。下雨的时候集中，其实就是每小时的雨量就是增加嘛，所以你每小时雨量增加，你超过当然就淹了。2020年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呼吁各国宣布气候紧急状态。到2021年5月为止，总共有34个国家超过1900地区响应这项宣言。极端气候事件影响，大自然强烈的反抗、可汗、洪灾、水患等等，保证迫害环境。部分余温也因持续的高温，加湿的鱼苗纷纷仍在不足而大量死亡。根据气象局公布的高温资料，在2023年7月8号这天，台北跟花莲都出现了38度的高温。我们来看看台北的温度变化。根据台北气象站测得的日高温记录呢，最高温是出现在2020年的7月24号，这一天的温度有39.7度。事实上，2020年7月台北的夏天是非常炎热，有连续27天都出现了35度以上。我们讲说气候变迁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为活动大量的排放这些温室气体，导致地球辐射能量发生改变，所以更多能量被保存在近地表，而改变了温度，同时改变了里面的水循环。2000年之后，这种极端天气的事件可能可以同时在全球各地发生，那它所造成的风险当然就上升。过去到现在，问题的本质其实没有变。面对这个灾害，面对天灾，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趋吉避凶，建构一个趋吉避凶的体系？当所有灾难的源头拢指向极端气候的事件，气象专家提出警告，极端的现象已经未当挽回，未来一定向上台方向发展。大家用平均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东西，就是我温度如果降雨越来越干旱，就往下嘛，越干旱你就可以思考，就因为它维持这个平均，它就一定会往上拉一个大的进来，去平衡掉这边很低的。所以降雨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说气候变迁造成暖化，所以我们会变很热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很热，我要维持一个平均，一定也会有1-2年非常冷。所以气候变迁不是说一定都一直很热。大家如果有印象，前几年我们曾经有霸王寒流，这是自然现象，这就是极端化。后一场的风暴当时会来，无的卡会当预警，也唔过规模和灾情可能拢会比估计更加严重。不能住人的地方，就是应该要搬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气候在变了，现在也由不得你。过去我们有想象过莫拉克3天下3000毫米，好多人困在2楼，正在努力求救。我们做梦都没有办法想到，1996年赫伯台风，我们认为阿里山2天1800毫米已经是天文数字了，结果没有想到2009年莫拉克3天3000毫米，然后以现在的极端气候，我相信再过不久这个记录都会被破掉。那这是已经在发生，必然会发生。这种干旱暴雨，我们最近这几年发生的很严重啊。2001年纳莉台风过后之后，2002、2003、2004，我们出现连续3年的大干旱哦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连续3年夏季的降雨不多，就是降雨很少，出现干旱。但是干旱过后，2023年哇，8月初的这个卡努台风，后面的西南季风又
有一些灾害发生，所以本质上我觉得其实没有变。地球暖化的这个幅度越来越显著了。他们说这种极端灾害的发生频率跟强度其实越来越显著了。在上坡啊，像海边上跑哎，这样对啊。极端气候真形式，无的确会造成灾难。那咱人生活环境会受到威胁，自然界的频率规则，卖一个一个互破坏。一只海豹在沙滩上滑行，一路往海上爬去。龙眼树开了黄花，一旁还有不少蜜蜂飞呀飞。12月，照理来说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。水蜜桃呢，我们要看它的颜色。好，这样就已经熟了。气候变迁哈，我一开始讲气候是天气的统计特性。好，那统计特性是过去的经验的统计，那现在变迁就是变了。所以你用过去来推未来，当然就不一定会合理。所以你必须要科学基础，也就是要有物理性这科学基础，是跟暴雨共存，不一定要跟淹水共存。我们可以做到不淹水。其实面对气候变迁、极端气候，低洼地区或沿海地区都一样会面临到冲击。那我们一般讲说极端气候，白话一点讲就是雨太多，不然就是雨太少，不然就是因为这个水资源的处理不当，会变成水太涨。那你在沿海部分就会有暴潮，或者是那个海岸的侵蚀。淘刷没有办法去让这个天灾它不会发生，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灾害灾损去降低。其实每一次我们都是在跟灾难学习的，其实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极端气候的事件，2050零碳排的目标，世界公民无人会当结外挂。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发生的几率只会越来越高，因为极端气候。上天已经在改变了，那你觉得人类的行为不需要改变吗？我们还要再相信人定胜天吗？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直都想要怎么样去让经济发展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可能经不起一次大的这个灾害的冲击跟考验。不过能源政策是我们未来一定要面临的很大的问题，火力发电或者说烧天然气，这些都对我们温室效应都会产生效果的。对我们气候变迁也会产生效果。气候变迁风险其实就3个因素，一个是危害，我们讲淹水、干旱，这叫危害；第二个是暴露，你没有暴露是不会有风险的。而在暴露以后，你的敏感度、脆弱度高或低。好，国土规划讲的就是暴露了，因为我避开淹水的危害，避开这些危害，我需要处理就少嘛。真的不小心暴露了，那我要想办法降低脆弱度或降低危害嘛。2050的净零碳排、净零政策其实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攸关在2100年之后地球的命运是怎么样。减缓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，可是天灾它不会就不见了，它每一年都重复上升。我相信这样的场景发生的几率只会越来越高，因为极端气候。和极端气候事件共存，这场人类生存的保卫战，唔那担起着减碳的任务。全球人民嘛，要继续为气候紧急状态付出应该爱有的代价。